做调查，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20世紀3種挑戰，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旅程。我哋文龍同學啊，鳳州同學啊，我哋三沙啊，從國小啦，我國中啦，係我讀高中嗰下，我從鄉下學習。但是剛開始佢寫內容寫唔會強下了，後來因為工作上哈，想到哎呀有同學聽書很好啊。長大以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分開，但是後來相遇以後，工作上面都有一些太大虔誠就出來了。我哋從2013年嗰下，經過幾日嘅同學會，讓本來我哋三沙做初鄉下，然後重新來聯絡我哋嘅感情。開同學會，其實就當曉得弄個相片啊，小學同學全部拿出來，我覺得當感動，大家都當感動。退休以後哦，太無聊了哦，呀，兩個同學都為了想出去外面做一些活動啊，很感恩他們兩個。我今日來到桃園呢，上門國小認證130米大哥大姐，因為頭擺係一間國教嘅共班同學個，不過因為冇睇過門口定眼呢，我眼入來前面呢，都竟係冇看到呢，我來前看下因為睇奶。啊，大哥大姐 ，Hello， 你翕相，高安歡喜。哎，我想問人安排錢呢？儂同我約去按隱秘嘅素材咯。你哋先好頭兩樣搞，頭兩搞。我先靠啲係總太子，劉太公，你好，黃太公，哦。我說你是52年呢？哦，算是有差不多。52年哈，國小嘅時間。啊，國小睇下教一片話嘅貼片能錄完你啊，錄哪一天啊？哦，好教。係啊，頭擺也係問嘅。防空好，防空好。係啊，空氣警報家下所有的老師小朋友，他搞全部空冇兩地方。哦，嗰個頭擺係防空好，係咋？哦。哎呀，對，被塵膜嘅下雨，然後黑板、黑塵掉嘅，然後我哋做空嘅下坡一點，比方大字牌、大彈珠，哦，大搞橡皮筋，對對。哎呀，老師較靜落嚟嚟搞咁多。哎呀，上大你聽啊，老師也搞上大冇都本老師注意啊。照顧老師最係。係哦，講唔出嚟呢，我同佢上大哦。哦，咁嗰個你會上大啊？你用啥？我們看怪物。哎呀，所以我們感情很好，就是這樣子。我細項啊，先可上大，所以特別攏會看見無水人啊，都打起來嘛。哦，特別前排啊，自排，我特別先會搞，冇幾人都係人來啊。頭擺嘅自排哦，較太大，哦尾較盤，大起來尾輕鬆大，但可能細項家有啲小聰明啦，因為大尾較好大，哦較強養，哎呀，較唔養出來啊。誒，我還是有教過，我唔記得用嚟教誒。前面一定要念個口訣哈，這樣下個。真的。東西南北恰北北。大南玻璃唔愛排，唔黑唔排就生南國嘛。好，然後你選一個東西南北選一個，我選西好了。好西，然後再走幾步？走幾步？5步。5步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。慢慢。中樂透。哦。中樂透。其實我哋細細家下嘅玩具哦，唔係衝力下。哦，做專門桌遊，我哋就當到嘅玩具哦，全部設計用
动手去做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就是一听到铃声的时候，全部都往外冲了。啊，那我们女生在后面，只是在唱歌啊，或者是玩橡皮筋啊，或玩沙包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玩具，因为比较注重，就是说跟人互动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哦，苏奶奶，苏奶奶，这个你唱走转的哦。你要这样子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这样子，周奶奶，这样子。哦，哎，还记得。快给我一个，我慢慢的自己，哎，听了一个，哎，对对对。我搞一條東西當飯飲嘅吼，府區咧係有乜嘅蔬菜係鹹菜嘅嘛？哦，那个肉露啊，你散看嘅，对，散看嘅肉露。咁你等下去看看好嘛？好。到三坑那个石板，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从国小毕业以后，从来都没有再回去过。当然了，更现代化了。除非上到吼，以前家像有诶自己乱啊、刺破的啊、进行进失，行到那个山旁的啊，去山旁的带准嘅秋水的啦，冒出去个水准桥的米汉的，我就上到以前的点点滴滴。很温馨啦，因为差不多唔做人也冇行的呀，过行过一摆哦，就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，那种心情很兴奋啦。面壁店哦，它我觉得你们吃的应该会觉得还蛮不错，古老味，对，古早味，它不会像花俏古早的，该不会就是这家？欢迎来，很有历史，就是这一边，对呀，干1935年，还有84年开始就有，哦，相当的久远，哇。然后就是头擺嘅雪餅，可能係蠻有意思。很有東西，係啊，東有模式的呢，係啊，嗰種嘅下鍋放起哈，捏卜卜的，對，多啲啲行，因為行路嘛，行路啲捏卜卜的，然後炒啲啲哈當清料。咁做乜貼佢討一件咯，一件餅店，除咗喺老店嘅以外，我佢啊，係啊。你的偶像哎嘛，有偶像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？看这样嘛，對，你係咁咯，嘅同學，就係伊哋講什麼樣嘅啊？哦，不是說你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，maybe 都係雖然教睇下寫來寫去無夠偏他，不睇下下課嘅會輪啊？那些睇下共同的興趣。兩有我哋嘅3個人，通通嘅三長都做兩票，我哋等於國中嘅同班，國小嘅同班，國中沒有同班。那你講嘅我有嘅你的重點啊，快要出現，馬上就要出現，所以看一下大樓上，對的，這就是我們國中男生，誰來嘅？你們的夢中情人啊有？你說爺爺很黑嘅？爺，我國中都不敢跟女孩子講話。沒有，他國小的時候有一次老師來我們家找我，我們家做拜拜，不是肯定的啦。然後我們3個老師所以就到石門水庫西洲公園一撩啊，他就唱《情人的黃俊生》，所以不看老師，也不是看鍾佑利，就是看着我，讓我覺得很討厭。對的，你有這麼對的你唱《情人的黃襯衫》？蠻低的。現在否認，有點好感。就後來開同學會嘛，哈，同學會就發覺，我同學跟人才，就像劉先生，他就說，趕快，就像我們開同學會啊，哈，他就幫我們做很多這種語音的，讓同學很感動啊。那像黃同學，我也是，後來就是說在事業上還給我很大的幫助。
上课硕士超過50年嘅太阿哥太阿姐，講論和讀暑假下神奇嘅事情，這種交情有樣鬼難得，應該送伊哋乜嘅大膽又突破自家嘅挑戰呢？此時就睇上門太尊夫權嘅講義的，一定好高水嘅伊能33年，而超越伊能自家挑戰戶外潛水，一定好運動嘅伊能33年，是得進白山小組北上台灣第一個峰玉山。此外，伊能33年又發票又好翕相，每做得辦一場攝影成果展，安尼都會有韓國當年抵得兩堂嘅獎。像泰國太極，先測一下長雄比下技術學係冇講懂好，咁樣嘅諗下 feeling 嗬 ，feel 係冇潛到你喎，冇一種嘅攝影展嗬，啱啱地位，所以就泛化哦，我聽你講來，剛用山沒翻了，爬山哦，太有體會了。這3個項目裡面最難的就是潛水，講實在啦，這個還有摸，對水分呢都有啲驚啦。講有潛水還有可以克服這個恐懼，有嘛？也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。我也希望能夠潛水下去的感覺哈，看海拔沒降水嘛，爬個玉山哦，那抽那個排雲山莊，東南出道啦。你看，輪到唔第幾時把我們想到很現實的問題。對，你第幾時輪到啊？係咩啊？所以上到上去最好係乜啊？出嘅咩咩？冇水嘅啊？係咩啊？哎呦！因為我50歲才學會游泳，以前我也是很怕水，游泳是個夢想啊！果然有一天我真的實現了。那潛水，我現在要克服的困難就是那個深度。我當然知道海底應該也是一個很曼妙的世界，所以這一次是個破天荒，一定要去嘗試一下。尤其又有同學在一起。我坐個舞來嘅地方，向本水浸死。文龍同學哈。看到自家同學溫水浸死，我來挑戰了墨水哦，對我嚟講可以做講克服了新地表度方嘅障礙，所以它的意義哦，比我哋爬嘅玉山嘅高山啊，那麼嘅哈，再開個那麼攝影展啲嘅東西哈，更有那個日嘅坐喺地表度方。廿多年來，引來印度人到杭江大海去學潛沒學習，所以潛水活動本人看作係一種新嘅時尚運動。講到會帶潛水，愛游歷來拔衝，愛曉調節透氣，平衡感愛好，又愛好當團遊意志力。尤其喺水道度活動風險過高，故所喺正式落去潛水前，要進行一系列的訓練課程。我起名要去摸水以前，要來訓練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們今天找來教練小林教練。好，教練要給我們行前訓練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們都沒有潛水過。我們游泳水域分為開放水域跟進水水域嘛。那大哥大姐要去挑戰潛水，所以我們要先在進水，就是游泳池安全水域做基本的訓練。比方說，在水裡面的重心轉移啊、口鼻協調啊，還有漂浮啊。等等，我們要做加強訓練。潛水比較會針對水性加強，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針對水性的感覺來做訓練。待會你可以把你的水潑下腳，從腳潑到你的肚子，再潑到你的胸口。來，大家試下。然後可以的話就慢慢的走下去，然後眼睛看着你走路的方向。這個 OK 吧？好，這個我覺得會有點涼哦，會有點冷，一粒兩個。越來越老婆，還 OK 吧？好，我們開始第一個呢，我們就慢慢的把身體下來到肩膀，拉1件20，好，然後我們的話就自己再動一動，對，要動。好，手也可以動，全身都可以動。我們不會游泳沒關係，在前面活動也是可以達到運動的效果。好，那我們剛剛已經熱身完了，有沒有比較不會冷？
对，在水面洪大哥你还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两个很冷啊。我们尽量再把肩膀放在水里面，好，上半身尽量不要吹到风，因为水没有温度，有落差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训练就是水中呼吸法。我们尽量用嘴巴吸气，跟陆地上不一样。哦，如果你习惯用鼻子吸气的话，会容易呛到火。哦，我们在水里面，不管在哪个水域，都要习惯用嘴巴吸气。开始。哎，这样。我不会用嘴巴吸气耶，因为我以前游泳嘛，我知道他们有时候用嘴巴吸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知道等你咬住那个就 OK，但是没有咬到，我都用鼻子。你一下去，像他可以在下面很稳的半蹲，我就不行，我就浮起来了。其实教练教的哈，我们自己以前是自己摸索啦，啊，就像教练那个，他可以在下面，他说要用腹部呼吸，可是说真的，我这一点我可能要练习一下。实在我们呢，往泰国都唔掉哎，他先上岸，多多程度哎，长傻。我从年轻的时候身体比较好，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，都体力都磨暗后，又之前查波，那身体抗。下起水稻度含前半点钟，往泰国路因为体温太大先上来，一种情形正经害人游到的时候。都上班啦哈，骑车骑好多摆，你唔点用诶，唔知一般冲到一直去弄鼠标，反正上去了都去个医院的啊。个医生讲好人昏迷啊，按到院，昏迷差不多一礼拜，刚好要过年哦，过年又冇医生哦，哎呦，后来还要昏迷啊，冇病情冇恶化了大概。还有挺痛啊，对身体应该有帮助啊。潜水哦，因为有个呢防寒的那个衣服可以穿着，我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应该可以，还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。嘴巴要吐气哦。OK， 好，可以拿掉。有没有觉得不习惯？还好，我适应很好。比较安心。因为阿嘛，所以个水中憋气哦，够正也很难啦。哦，这边还要储水哈，因为水地方都按踢水哈，个较简单。用木水啊下去啊呢，呼吸啊方面哈，哦，这样子把它还冇装好哈，会渗到水，有点感触。待会我们要做的就是水中重心的转移，哦，重心转移。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，当你的重心是往右边移的，你在游泳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虽然往右边游，你不是往右边游，但是你的重心改变，会让你的方向改变。所以我们待会做的就是一个增强漂浮的动作。那我们过去吧。今天开始打得准嘞，没做你就傻片咯，要攀咯。对外来讲，韩国往泰国来讲，请强的如果水是菜的话呢，都已经很准哦。教练讲安尼呢，比如讲因为喺每7米的时间吞球水的目标跟冲控啊，含喺太体会感觉的都唔会有一些准备心理准备，如喺潜水含喺吞球水的目标。不过对外韩国黄大哥因为比较高兴的是，摸7米的跟我们安环，因为会穿防寒衣，所以还是在黑暗的亮的真嘅魔法度。不过，今日总太子韩国留泰国能够球水的嗰种路，还如鱼得水，给刚好。现在2个人还在游泳池里面，我很羡慕他们。
上水唔單止對三妹太阿哥、太阿姊係一個巨大嘅突破，對我來講咩係挑戰。經過一系列嘅游水訓練，大家至少有概念嘅。唔過上水裝備，比論像氧氣罐都有20人公斤，對平常時冇重量訓練，也係體力唔足嘅人來講，要同一道裝備拔起來會改視力。故所還會安排一人去健身房來加強重量訓練。同學早安。好單全係研結果就最慢咧，真正東山忙去趕路中啊！今日有專業嘅重量級嘅教練教你的重訓。咁啊，個教練教球水，都未見學到幾準啲喎。冇這樣啊！我先人講嘅。好，做重量訓練。好嘞。教練，教練好，早安，教練早安。我們要去潛水哦，今天又讓你來教我們怎麼那個負重訓練。好，那今天為了要去潛水嘛，那我們要背東西，所以今天教你們怎麼去做深蹲。那如果看狀況，我們就可以今天來負重開始背槓哈。好，那待會的話，我們先從深蹲開始哈。那從腳的地方先開始。好，以前腹式呼吸有沒有學過？沒有。好，那待會我用腰帶去引導你們去做腹式呼吸。那待會我先給你們上下。你用過兩個東西嗎？你是中高，感覺好像很重要的。好像那個鐵甲武士。這個是我們健力在用的腰帶。所以這個懂專業。這目的是在遮我的回路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不是嗎？這邊是要引導你，讓你的核心會發力，會發力，會懂得去保護好你的脊椎啊。那以後你們在背可能氧氣瓶或是要開始負重的時候，你們才會保護好自己，才不會壓到。還可以嗎？可以哈。好，好，來吸飽氣，閉氣，然後直接蹲了。OK， 好，吐氣站。好，那我們這個，我們再蹲一次看看，再蹲一次。好，停住。好，腰桿打直，再撐開一點。好，來，腰桿打直。OK。加油啊！好，這個我們多教學一下哈。好，來，吸飽氣，吸，扭地夾臀，把腰帶撐出去。好，來，吐氣吐掉，重新再一次。因為我兒子在台北健身房裡面工作過，我不曉得他的那個那麼累。本來想說健身房裡面可能很輕鬆而已，到處晃一晃就這樣。結果來運動是要消耗很大量的體力。今天換26歲同學你開始啊？不是你開始嗎 ？Lady First 呢？對不對？好看的留給你。太好了，那我們就女士優先。對，那等一下我們要開始練習負重，那這個槓是長壽槓，它本身重量就30公斤，那可能會比你背的潛水器材都還要重。那我們先試着去靠它背背看，負重看看練習。好，來吸飽氣，好，來出槓出，起身，吸飽氣，肚子撐着，好，來站起來上，對，非常好，來臉看前面。臉看前面，還沒蹲下來，來站起來，站着，好，站着，很好。來，腳往後走一步，往後走一步。OK， 好，挺住哦。好，再來蹲低一點點，慢一點，來上。哎，動作很漂亮，來扭地夾臀。OK， 非常好。來，再來下低，上。OK， 來這2下就好。哇，姐你很厲害呢。來一下低，來上。好，來回去，來休息一下。哇，那姐照你這樣的進度，待會可能可以背很重哦。背洋娃娃的功能，真的。小過。以後你可能要多背點你孫子。我之前就覺得對教練很好奇，因為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啊，就是說他們對運動有一定的認知，教練年輕的也每一個都把體格訓練很好，我覺得這跟我們以前好像沒有注重這一塊。那我們看一下大哥狀態怎麼樣啊？可以跟大姐做一下比較。今天26，你們26歲啊？ 26下，好，開玩笑的。
好，我们一样看正前方哈，腰杆打直，背夹紧的感觉。OK， 很好。来，扭地夹臀夹紧，提杠提着。好，来吸饱气，把腰带撑紧。好，来出杠出。对，好，站直，好，微微的往后走一步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说方案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了，现在应该讲不出话来，来上，起身起。好，这发还可以吗？还中等，可以哦。我听不懂。下蹲，最后一下哈，最后一下。笑一个，蹲低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来起身上。OK， 好，我慢慢往前，往前走一步。好，慢慢蹲下来，蹲，屁股往后推。OK， 非常好。然后这样子，耶，这样子。休息一下。哎，我觉得我很厉害，还不错，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可以。尽力了。你那要多是勇敢去给。随着这样慢慢训练啊，你要背到100或是200，都是可以训练的。虽然係落去嘅健身房地步度吼，做迄看的天天，啊，唔過禮拜即正言落去，正言去徛嘅東西，實在動難做。韓國嘅安怎咪嘅腳啊，企啊，愛用吼，愛用咩吼，正言動腳，比愛用去跑步吼，就15年行來開啦。冇想到吼，按主動做幾下天天吼，我有按忝嘅多。腰带撑紧哦，肌肉也会受伤。好，非常好，来起身上，对，哎，还不错哦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来吸饱气吸，下蹲，好，来上起身起，好，我们再一下就好，来吸饱气吸，脚不要内八，脚不要内八，来上身体。耶！黄总，你弄好，不要给你耶！啊！哎，哇塞，那太棒了！喺水稻度要有穩定嘅核心肌群也十分重要，未能做得維持良好嘅發力。每認真要把氧氣管、背囊骨要保持好嘅用色，能唔會挫傷。由有生意有專業嘅教練來教，總算完成頭一項及巴適全部訓練。此外，為到愛加強肌力，教練還準備另外一項訓練。好，所以我們背夾緊，一樣把動作擺出來，擺好，然後一樣吸飽氣，閉氣，下，起身，下，起身，下，起身。我們家庭主婦啊，要提牛奶啦，還提什麼東西啦？那個叫負重嗎？那個叫勞動。如果你會用正確的方式去拿的話，那相對來說會比較輕鬆。有可能說你沒有肩頸，通常人家拿可能會用肩頸這樣拿，因為很重。那你可以是靠着用你的核心、背、屁股，慢慢把力量傳遞到你的腳上面的話，那相對拿起來重量會很輕，那又可以拿得很重。所以基本知識要來請教教練。對，那這些都會讓你變得身體越來越輕鬆。好，來上。好，盡量讓那個腰椎啊，不要一直前凸出去的感覺，不要像那種前凸出去的感覺，壓着，hold緊好你的身體。你的肌力的話可能會比較不足，先用扶的會比較好一點。你就蹲這樣就可以。好，來下低。好，上。好，大哥左邊看一下鏡子，看那邊。好，來下蹲，蹲低。好，膝蓋不要往前衝，好，這樣就好，站起來上，哎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其實幫助哦，像你就從會辦個動重嘅東西，從個動作哦冇正確，唔見你又結構你就，你辦個動重嘅東西，就是能用很用力，這樣會傷到人哋嘅脊椎。另外一個吼，從個要出去飯店，動作嘅飯店都會提供嘅運動器材，出去看的，冇做看到，唔跳高，唔跳重。動大手，你這農業的提供的設備呢，你這農業來練到之後呢，下一擺呢，我就做容易多誒，鍛鍊自己身體，讓自己身體更好的誒。這膝蓋不能往前，這超過這鞋子這邊，就這樣就錯了。難扶的，慢慢的，
慢慢哈，慢慢哈。还真是懂事哦，这讲怕佢出问题，人哋吼其實發生動態嘅查波，身體沒安好，所以吼佢體力證明差嘅差當多。嗰證明吼係實在會有啲煩惱，講怕吼將冇水冇到生理下輩吼，證明可能對佢來講是會動態嘅負擔，當證明係真煩惱了點，係咩清醒嘛吼，禮拜我哋審查全部都會成功，盡量刺激他。當然了，我覺得要勸人家啦，或鼓勵啊，哈，都有一定的程度。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刺激他，讓他自己自發性的去運動，為自己好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來試試看，記得你們的腰帶哦，來下蹲，盡量不要膝蓋往前衝得太多，很好。好，來上，好，慢一點。好，來下蹲下起，好，帶的話你手扶我，扶正扶正，好，來上，腳有點軟，好，來你先休息，你先喘一下，先喘一下，不要急，不錯，先喘一下。所以原來這叫副作，還可以嗎？1500多才可以，很厲害，還 OK， 還要回去嗎？哎，還要回去，對不對？還要把骨回去就可以休息一下，這樣走起來像要走。我覺得困難就這樣。下去上來的困難，上來的那個力氣要有啊，不會歪，不會斜嘛，腰桿要挺直，哦，那個要有體力哦。就我還扶着那個欄杆就差很多了，他們都有完成了，好像很多的那個任務啊，等於說我好像沒有辦法完成，但是我覺得這幾天的那個訓練哦，對我都有一定的好處。幫助。離潛水挑戰還有一段時間，我想我跟例行一樣，每天還是要保持，比方說40分鐘的健走，順便找時間再去游泳。那當然了，另外在家裡再加強自己的體能，把教練今天教的好好練習一下。文龍，你跑好快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動耐啲，你動耐啲啊！真係啦，冇問題啊！你冇水啊，冇水啊，冇得嗰邊下做唔得咯。這次有另外2個老同學哈，這樣子幫助我，那麼多年的朋友還那麼關心，因為我們同學其實很多，但是有幾個像這樣子知心的哈，根本會為你着想的很少。吃了要持之以恆最重要，所以不是1天2天了，難得有這個機會，你有持之以恆的運動。Hello， 哇塞，怎麼那麼酷 ？Come on！ 一到睇下哥睇下姊，以有限路去走步來增加揮發量。一開始助手體能會耐唔好嘅王太哥，要給到同學嘅加油，咪加個有信心咩？關心環保議題嘅熱能上山人，係愛去看等前2日，和市區下來做淺談愛用嘅環保台，愛為上水挑戰之力，來展現熱能錫地球嘅心。那個太自然了，都肯定的呢，感覺用呢。一碰到到你肯定哦，看到你海水吼，從清上嘅老散步跳到槍，然後就跳到海水底部度哦，你搞到死鬼，非常愉快。係啊，非常好遠，因為我大概10幾年沒有來過高雄。10多年嘞。連嗰個我去過誒。係啊。但嗰唔是講肯定哦。係啊係啊。今日天氣又好啦。係啊。天氣又好，哎呦，都較風景誒。唔係講。係啊，唔係講。我洋人出嚟啊，顏料喺睇潮水池冷多。然後結準，對呀。羞羞誒。南部都熱爆發嘅。不過看到安逸嘅，如果安全啊，有沒有夠安全咩？因為以前最遠我們只去過野柳，能夠再度跟同學一起到這麼遠的地方，算是第一次。當然了，我也希望說能夠克服那個恐懼，然後下海看看。很難得有機會下來啊！
这边的风景人情世故跟北部不像那么脚步那么快，我们觉得这整个心情都很开阔。泰國太子，有未？有未？有未？有？哎呦，嗰種凍的。哦，係即係講正言去時光嘅海灘哦，真係凍江。其實亞嘅會談算清香的啦，還算乾淨，可是還黑會雨嘛。對。原來很陽豆。我們要請北位嘞，这个手表的主人，我们要请那个就我们美丽的主持人来帮我们代为寻找的，这个应该有点难哦。很懂，我泰國咩黑嘞？係啊，陽豆豆類似啊。都復下喺度先，復下喺度先，體驗很多瓶蓋，可能大家都講過啊，這東西很小啦，我就放下。就先前都幾多啊，塑膠蓋都被寄居蟹拿去當家啦。對啊。係啊，你做細雜嘅東西亂跳，亂地要照到哪裡？哦，你可能要照到去照到。所以哦，我想象了，開動嘅。係啊，啊睇下咩做得人哋，你睇會順啊，去上水啊，高嘅以上嘅也可以好，對，讓他們整。對呀。就再回饋一下海洋，給我們那麼美的景色。这个是24啊，这小片看25，我这样我在那边。木水埗嘅打造顏能前到上水中心溫和裝批，教練講上水分做3種，一種係浮上，第二種係自由上水，第三種如係顏能基本嘅挑戰嘅水筆上水。水筆上水嘅裝批有浮力控制架備、防寒衫、氧氣罐、面鏡、掛喺鞋下度。下水前教練會一項一項詳細確認裝批有帶好勢又安全冇，等等就要出發離開風流。水晶頭。你先，你沒問題我就沒問題。真的很重哦，真的很重。我們這背洋娃娃，你就把它當背洋娃娃啦，背孫子啦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謝謝。重心往前，慢慢站起來。拉哥可以嗎？可以。這麼好。那我們還要撐得很緊。對啊。等一下要走一段。哎，對，而且那個珊瑚礁，一點點的才行。對，重心往前，慢慢站起來。重心稍微往前，還有點重。怎麼樣 ？OK。你這 OK 嗎？重心往前走。這樣啊。你慢慢行，慢慢行，行過慢啦，行過慢啦。哎，天天來行它，天天來行。哎，不用趕，不用趕，慢慢走哦。因為啲還有愛關，還有安全，慢慢來。好，壓住之後，鼻子吐氣，頭順勢往上抬。OK， 好，再做一次。你們要吐氣，你要吐氣，鼻子要吐氣，鼻子吐。對，對，很好。好，然後記得吐氣的時候，頭順勢往上抬。好，你不要只低低的排。你如果一直低低的排，水都會積在這個地方。你頭一抬回來，就淹到你的鼻子了。要往上。那雖然裡面有一點點水，是沒關係的，你只要不要去吸它，就完全不用去理它。OK， 來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呼吸器啊。OK， 看一下，它這邊有齒痕，就是啊
然后一的时候咬住它，好，呜的时候嘴巴整个包住它，好，把它咬上啊，好，咬上之后，请你嘴唇包好它，牙齿只是轻轻勾住而已，哦，咬住就好了，不用咬太紧，咬太紧，你等下上岸嘴巴会很酸哦。OK， 好，最主要是你嘴唇要完全包覆它。那呼吸的时候，吸的时候就像你在喝珍珠奶茶的时候一样。哦，那吐气的时候就像吹蜡烛一样。OK， 所以就，对，呼吸放慢。哦，吸多少吐多少。好，那如果掉了之后怎么办？掉了之后，哦，不要紧张，它管线就在旁边，所以就把它拿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拿起来，记得咬上不可以直接吸，如果你直接吸的话会这样，它就都是水。OK。9年前我出国旅行哈，我就曾经参加过一次浮潜，教练把船开到那个海中央，就叫我们下去了。所以那一次我就不敢下去了，因为就算我下去也是趴着救生圈这样子往下看，什么也看不到。那这一次我觉得教练讲得很清楚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就记得用嘴巴呼吸，你只要记得呼吸就好了，其他你不用去 care， 然后那就是最重要的。我相信哦，有教练在旁边。然後相信佢啊，然後相信教練哦，就會慢慢地突然啲掉，然後聽教練出對嘅，你經驗哦，我知道哦，聽教練咧冇唔錯。頭頭教練佢詳細嘅講解吼，啊大哥大姐喊做得嘛，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OK， 上我練下做跳下嘢。啊大姐呢 ？OK， 沒問題。OK， 好，做得好。剛才呢，泰卡羅這批真的下海了哦。好，好。互相照顧哦。對。有教練按用身高，又按詳細說明，要注意按到乜嘅，大家要演練來確保動作有做熟。念詞如果落去水兜肚了，希望我們如果順勢克服難關，想到水兜肚後來講述海底世界有一講嘅。就让我想起9年前那个一片汪洋大海，对不对？那个教练他就叫我趴在那个救生圈上面，头往下看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，哇，这个有点恐惧嘛，哈，因为大海浩瀚无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说敬畏大海。我不晓得潜水装备原来那么重，我自己感觉啊蛮重的，哦，就变成走路都很困难了，加在我身上哦，变成我很没有安全感，哦，反而很担心说被这些东西限制住哦，变成会游泳变成没办法游泳了，而且海流各方面的状况哦，跟我们想象不大一样，因为是很悠闲的，可能是第一次潜水。哦，紧张啊还是怎么样，心理的压力蛮大的。
好像我太紧张，咬得很紧，其实应该是含着，就是说很轻松才对，很放松。结果我很紧张，我就抓着咬得很紧，对不对？好像在吃东西咬得很紧那样。结果越咬越紧，水越灌进来。我也吃了一大堆海水了。上水天初爱学校不用强松，能做得吃菜油的来透气。喺专业教练的带领下，我们进行的一场屯海大世界的上演，也将呢场带来的深刻感动，永久会提心肝头度。我们完成了，耶！哇，太棒了！蒙泰哥如果上来係咪？係一咁個用嚟，我講冇，我講哦，因為方向沒辦法掌控啊。係，吞潮水冇咁樣哦。係啊，我朝左邊都越啊，朝右邊都這邊越。只講嘅係方向。係啊，沒辦法掌控啊。自己沒辦法掌控命運啊，好像覺得這樣子。鍾大姐一開始有一面的兩個藝術，你一開始抓我好緊哦，後來呢有一個依靠，好棒啊！剛講咗咧啊，海希剛講，海希會緊張哦，當然會緊張，因為會怎麼變夠了呀哈。不過還好有教練在旁邊教，然後又有你，然後又看大家，就想因為大家鞋子都拔來拔去的。後來教練好像帶到他扯沒踢房沒啊，結果他就說要放輕鬆，我知道教練在我身邊，所以我就算了，隨便了。哦，還有人都過關呢，哎對，都關了，然後就開始行上風景，哎呦，那個珊瑚裡的很僵哦，哎，都啊，劉太講啦，哇，我看到我夢寐以求的尼莫，好可愛，真的好可愛，好可愛。然後還有看到那個一大群的魚，真的讓我非常的感動。規太群那個呢，然後買個銀色的魚呢，規太群的，超多人身邊風，我記家我用問教練有講差唔多會8米，啊，我睇下度，阿妹我用會8米。我喺正言間，我原本中同學講，但係喺8米有幾可能唔敢再咁樣下去嘅，結果可能每超滿好嘅，爭滿200啊！看到嗰魚嘅，我係正言當感動。其實我係講水嘅人啦，哦，這樣子。因為我練潮水嘅路，聽日可能2、3里去，我路嘅潮啊，可能才5公尺，我路去去了。不過下去因為真嘅風景太強，誒，哦，就好像會比較放鬆。你還是下去了，對，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真的很棒？我覺得我91歲。91歲，真的嗎？其實哦，前幾年有出過車禍，可能是因為年紀的關係哦，而且本身哦，也有糖尿病，身體的狀況不是很好。我發覺我應該是多出來走動活動，越動的話就越年輕。當然，我們心理建設啦，有機會的話，我還是還是可以嘗試這一方面的活動。以前我記得細細個下，出國小家出黃文龍哦，出其他強其實。出天係出頭，你下出國係出黑雜的，出國係嚟照顧佢，係用錢嘅。哦，我哋審查互相那些轉回到國小家時間。我們現在退休啊，哈，退休年齡時間比較多。如果我們可以多了解這個海底世界的話，那當然了，我們將來可能
你可以规划多做一点，为地球多做一点事。Give me five。